朝頭早、中午、夜晚，只需要記住一句，就可以一次囊括晒自己表達嘅打招呼嘅感覺。韓文嘅發音係안녕하세요，而簡單啲記，我哋可以一定記得到嘅開心嘅方法係你嚇死我，只要記住你嚇死我，你就表達到你心目中嘅안녕하세요。韓國嘅多謝，我哋嘅韓文發音係감사합니다。而簡單啲嘅廣東話式記法，大家只需要記住兩種我哋常見嘅食物，一種係金沙，一種係哈密瓜。簡單啲記감사합니다，金沙哈密瓜就可以表達到大家想講 thank you 嘅時候嘅感覺啦。廁所響韓文叫做化妝室，韓文嘅直譯嘅讀音係화장실。咁如果想成句咁嚟講，廁所響邊度？大家可以跟我講一次화장실 어디예요，佢就會話俾大家知你想去嘅地方嘅方向噶啦。韓文嘅價錢係咁樣問嘅얼마예요，얼마예요，你可以慢啲講，你同鋪頭嘅老細講얼마예요，얼마예요，快少少얼마예요，佢就會知道你係問佢幾多錢噶啦。